如此这般如此，我就班师回朝了。事情的经过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秦兄，再说说细节，再说说，兄弟我是百听不厌。哎呀，程兄，秦兄都讲的不下8遍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愿意听，秦兄愿意讲，那你也让他喘口气儿啊。行了，先让他喘口气儿，我来给你们解释解释。话说，苏将军带着大部队守塔，秦兄呢上单打野轻松愉快，准备升级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正好碰见了对方的抓野英雄，怎么办呢？秦兄极其可畏之时，正好升到了6级，一招大唐魅惑，再补了几刀，打的敌人马上飞回老家度秒。这个时候赚到了人头，苏将军绝地反击，一波，结果推到了对方的主家。就是这样，锻炼大捷就是这么个过程，听懂了吗？小弟不才，兵法这个是一窍不通。刚才子豪兄一番高谈阔论，我只听懂了人名，别的一点没听懂。宋柯，干嘛？别想啊，砍人可犯国法，失心疯也不行。你跟我学这独门功夫有多久？谁跟你学功夫了？我又不想当徒弟。我这刀法看似简单，却变化极多，是根据我独孤刀法演化而来，讲究刀随心走，进退得当。出刀要快捷有力，运刀如灵猫捕鼠。千寻姑娘这么好的武功底子，不学我这刀法有点可惜呀。你怎么知道？姑娘放心，既然姑娘不愿意说，定是有难言之隐。在下虽窥得其中玄机，不过在不需要的时候，我是不会说的。谢独孤大人，需要的时候。这头痛，没事捅一捅，对身体也有健康嘛，对不对？没事健康。怎么吐蕃人还敢在这儿大摇大摆？据我分析，应该是为议和而来的吐蕃使者。王兄，我在。王兄，王兄，王兄认识这个吐蕃人？哎，不认识，快点。王兄，我拉帮帮咱王兄，哎，一边凉快去，一边凉快去，什么意思？滚你妈个蛋！王兄，滚你妈的蛋，什么意思？祝福你了，祝福我，一边凉快去，滚你妈的蛋！陛下，吐蕃使者今日已进入长安，明日早朝便递上国书议和。议和，打不过就议和，打得过就烧杀抢掠，这帮吐蕃鼠辈，不和。什么时候吐蕃送上是降书，再谈议和。陛下，臣妾以为这议和对大唐有利。媚娘何出此言？吐蕃虽新败，但元气未伤，而我大唐连年征战，政事积弊，民心不稳，此正是休养生息之时。但吐谷浑大部已被吐蕃占据，此时议和，大唐岂不是亏了？只要吐蕃开出优厚条件，我大唐先答应着，等议和时间一过，再行攻伐即可。媚娘神算啊，就照媚娘的意思办。宣吐蕃使者拉望毛赞觐见。我受大波王朝第34任赞普之托，特来议和，祝大唐皇帝一边凉快去。来人呐，拖出去斩了！陛下，刀下留人。我问你，一边凉快去5个字，何意？王兄与我说过，想必是恭维的话吧？瞎说，这是辱人的话。辱人的话？我与王兄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他为何要辱我？陛下，吐蕃蛮夷不懂我大唐礼，望陛下开恩。吐
吐蕃使者不懂我朝礼仪，不知者不罪。多谢大唐皇帝，祝大唐皇帝滚你妈了蛋！这个狼王毛赞呐，他狗屁不通啊！那大闹朝堂，差点被砍了脑袋。还是啊，圣上宽仁。那也说明吐蕃朝中无人嘛，能派这种人来当议和特使，哎呀！哎，对了，将军，关于议和之事，你作何打算呢？这个皇上啊，正在拟定议和的人选。但关这个吐谷浑战事啊，我们未必伤了人家吐蕃元气啊。因此这次议和呀，大唐未必能占便宜啊。这不占便宜的事儿，我梁建芳是不会干的。哎，那将军，你的意思是？哎，李老儿他们就没干什么实事儿，他们又无谓派人让他们去议和。说差矣。哎呦，哎呀呀呀，李将军呐！梁老将军啊，仗是你们所五位打的，凭什么和谈让我们去呢？我右五位啊，才应该被排除在议和之外。哦，你懂个屁呀！你只懂屁！那狗屁不通啊！这个唐王权小辉是这么打的，是吧？王兄，哎，王兄，稍等，您找谁呀？我找你们小侯爷。小侯爷，哎，你说吧，我去禀报。小侯爷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小侯爷，门外头有个外国的毛子在那拍门呢。毛子？王兄，王兄，王兄。啊，毛赞啊！不见，让他滚。夫君，还是见一下吧，否则这吐蕃人在门口大喊大叫的，对咱们王家的声誉也不好。可是他每次来都没什么好事儿啊。夫君就顾全大局，见一下啊。哎，放他进来。好。哟，毛大兄。王小侯爷，你终于来了啊！你坐。好。哎呀，这个毛赞兄啊，你怎么也从倒爷混到特使了？王兄，在我吐蕃，我最了解大唐，而且我的汉话讲的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区别。我赞普知道后，特地请我，开始我不从，我们赞普呢就使劲请我，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就从了他。哎呀，你们赞普很激情嘛！啊，不过你不好好议和，你跑到我这儿来干嘛呀？啊，你不知道现在是敏感时期吗？敏感时期？不敏感。我们赞普请我，但是我们赞普很大度。啊，我从了赞普之后呢，我来大唐找你，他不敏感。好了，毛赞兄，快说正题。好吧，王兄，我听说你是大唐皇帝身边的小红人，经常给大唐皇帝献计献策。哎，也不算是什么红人吧，就是偶尔能见到皇帝，可以聊一聊。哦，王兄，王兄，请看。这可是我吐蕃的宝刀。听闻你们中原有句名诗啊，那是宝刀赠奸雄，美女配禽兽。哎，停，错吧？也没错。好，没错嘛。我毛宋毛赞赞普呢，特别欣赏王兄，特地将此宝刀赠予王兄。正所谓是宝刀赠奸雄，美女配禽兽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那，你那个赞普要小弟做点什么呢？王兄果然是精明啊！我赞普呢，希望王兄说服大唐皇帝
先传。免谈！你想贿赂我，让我出卖国家领土主权，这种事儿我干不出来啊！我可干不出来那种俄罗斯卖阿拉斯加的事儿。王兄，你考虑一下。不考虑。这是暴动。不考虑。子豪兄，宋科，不考。宋科，宋科，子豪兄，子豪兄，听我说，我拉王毛赞身为吐蕃子民，忠君之事，那是我必须要做的。既然子豪兄坚持不受，那也算我完成了任务。子豪兄，接下来咱们谈谈你我之间的生意啊，好不好？先说什么事？子豪兄，你先看，那可是价值连城啊！啊，据我粗略估算，最起码可以换得你们家的花露水50瓶。哎呀，看来毛赞兄也没有嘴上说的那么仁义爱国嘛，也学会这以公谋私了啊。不过我喜欢啊，30瓶。王兄，这样吧，40瓶，25瓶。哎，王兄，20瓶，成交。王兄，哎呀，王兄真是暴动啊！王兄，报道啊！吐蕃使者身份查清了吗？回娘娘，吐蕃使者名叫拉旺毛赞，本是常年游历于大唐与吐蕃之间的商人，由于精通汉话，才被特派为吐蕃使者。商人，不折不扣的商人。吐蕃境内的花露水有一半是这拉旺毛赞在获知通财。另外，拉旺毛赞说起来还是王修的旧相识。哦，确有此事？千真万确呀！我跟我哥为了查这拉旺毛赞，趴墙根听贼话，房上先往地下打洞，修训飞服，飘忽若神呐、那是凌波微波罗娃生辰。出去！臣弟告退，臣弟告退。等等，还有个事儿需要你俩去办。进来。请问，可是拉旺毛赞特使？正是本使。本使，还本使。特使大人，我奉我家主子之命来此看望特使大人。你们家主子是谁？看望我干什么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你，特使阁下，听说你喜欢做生意，我家主子有个生意想和特使做生意做呀。你要干啥呀？我们可是娘娘。不用说了，做生意。好兄弟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哈哈哈！坐。怎么？媚娘，你看这腊梅娇艳欲滴，和你皇上，唉，朕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陛下虽龙体欠安，但只要悉心调养，不要为国事操劳，不日即可康复。如何不为国事操劳？朕乃天下之主，这万千黎民都需要朕来照顾啊！陛下不好好照顾自己，又何谈照顾天下呢？但臣妾虽一介女流，但久在陛下身边，也邯郸学步，莫学夫受，学到了一些治国之道。臣妾斗胆，愿为陛下分忧。媚娘有此心，朕心倍宽啊。
哎，媚娘，那你说这议和人选该如何定夺啊？朝中武将以梁建芳的左武卫和李绩的右武卫各为魁首，上官仪又是文官翘楚，不如就让这三人各举荐一人，陛下意下如何？媚娘，你办事我放心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吐蕃与我大唐连年征战，名声凋敝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虽有咸川保卫，断岭大捷，但我大唐以仁义治天下，朕不忍黎民再受战乱之苦，特遣王修与吐蕃使者议和，望修与朕之寄信而图报效，以百姓之厚望而保社稷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王修，接旨吧。告辞，两位公公慢走哈，慢走。夫君此番成为议和大使，真是光宗耀祖了。光宗耀祖不见得，杀身之祸倒可能招来。哎，子豪兄，呀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刚接到圣旨，梁老将军举荐我担任议和特使，李继李老将军也举荐我。哎呀，那咱们还真是有难同当啊！这几个老狐狸看来在背后较着劲呢，咱们几个都成了牺牲品了。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吧，为我大唐议和，也是应该嘛。正是。但是我就想不通了，到底是哪个他妈挨千刀的举荐了我呢？上官大人，为何选那名不见经传的王修为议和特使啊？王修虽然官职低微，但在军中并无派别，在皇上跟前又是红人，且聪明伶俐，并非常人可比。因此举荐王修，既可稳住朝堂，又可在与吐蕃议和中占得先机。上官大人深谋远虑，属下佩服。啊咔！不知道哪一个奸佞小人又在咒骂老夫。子豪兄，这是何意？1945年8月15日，我们不会忘记他。公主，外边风寒，咱们回府吧。再待会儿，这肚子里的小家伙啊，跟他爹一样，在屋里待不住，一到外面反而消停多了。哎呀，公主，公主，你们不要说了，你们说的话我听不懂，我根本就不懂汉话，我就要先传，我还听不懂你鸟语呢。哎，七兄，这个拉旺毛赞啊，看着装疯卖傻的，其实他们一肚子坏水，嘴坏了。就是。既然如此，秃兄。公主用力啊，公主！公主，不行，死了！哎，用力啊，公主！八字，我死后，你个王八蛋！你们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地盘本来就是我大唐的，你吐蕃凭什么占？我凭什么？我凭我斗力，我人多，我马快，我人多，我凭我威风彪悍，人多，你就一定人多，你有没有别打？没有，我不打你，你别打我！吐蕃的失心疯犯了。
独孤兄，快松嘴啊！快松嘴！快松开啊！魔尊兄，你快答应他，要不然我拉不住他了，拉不住了。你大胆的条件，我没有异议。我还有一条。说，和亲，效仿我吐蕃蒙赞占卜与咱蒙文成公主之苟且，还苟且！这个拉旺毛赞啊，不知道跟哪个脑残学的狠话，不用理他。既然你敢提出来，那我们也敢考虑考虑。不过要先禀报皇上，让皇上选出一个德才兼备的公主才行。不用禀报，我们占卜已有心中的人选。谁啊？兰陵公主。我去你大爷的！马上就要来了。公主，男孩女孩？是个男孩。恭喜公主，贺喜公主。这孩子长得真像他爹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看见自己。娘娘，事情办妥了。哦，那吐蕃使者如何说？还能如何说？当然是满口答应了。兰陵公主，不知这一次你要如何应对？公主，真到此好了吗？回禀公主，义和处重兵把守，小的无法见到小侯爷。是啊，这义和大使的安全的确十分重要，看来要见到子豪的确难了。不要杀了！我有话要说。有什么话要说？子豪兄，你可能对和亲有误会呀。有什么误会？兰陵公主到我吐蕃可不是做小啊，她是当大老婆啊！子豪兄，拉旺毛赞死！我心里边最大的事儿，就是我媳妇生孩子。我最重要的事儿，就是你们母子平安。就算王修并无忤逆本宫的意思，但他与兰陵公主关系密切，难保日后不会成为本宫的绊脚石。现在既然有此机遇，趁早除掉，以绝后患。臣妹此前担忧，皇兄会为情所困难下决定，如今看来，是臣妹多虑了。我大唐能有如此明君，实在是百姓之福啊！又走过了一
个城友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释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寞，春天悄然